欢迎收听阿迪来开讲的单元台语话故事。台语话故事是以全台语开讲的方式，向大家介绍台湾的民间传说，或者在地历史、风俗民情，希望和对台语以及台湾文化有兴趣的朋友，会当用声音重新熟悉台湾。大家好，我阿迪。大家好，我是阿卢。阿卢，你不是叫阿露露？无啦，我就想讲头啊，毋好遐尔啊一直录啊，我其实叫做阿露露啦。我拄则头前念迄几段吼，大概逐集进前拢会念。其实拢是每一届拢是中心伫念的吼，所以每一届情绪拢无共款。我感觉头前做点到诶，那后壁的时阵，那气氛完全拢无共款。因为每一届迄个情绪无共款吼，所以若有诶较熟悉的人来听开头，都知影讲，今日情绪啥物款？我今日情绪就较紧张一丝啊。免紧张啦，昨昏困无介好，你知？我一直拢困无好诶。你毋是一直困哦？无啦，我一直拢困无好，因为中场拢爱搁起来一下。是安那，咱会较紧张。毋是咱困眠甲咱年岁成正比，就是咱若年岁愈来愈侪的时阵，咱困眠就愈来愈无遐尼啊健康，会当一困到天光。无啦，你个人的问题我是无关心啦。我是你讲，我是安那今日较紧张，是因为咱今日是伫即个录音的空间较特别一丝啊。因为即个咱是伫咧即个迪化街年会街即个街头播音室内底伫咧录音，所以外口其实透明的玻璃，搁一拍足大拍的电火对咱两个照。你毋管是看直播的人，还是人伫外口听到咱伫讲话声的人吼，经过吼来去的看内底伫创啥，安尼敢变高人看大文远的动物共款。无啦，咱其实吼，你讲迪化街有的人无定毋知影，咱若讲大潮埕，应该真侪人就知影讲咱伫咧倒啊。咱伫即个永乐市场的头前，正头前，所以大家若附近的朋友若有听到嘛，欢迎你会使来甲咱现场。伫看直播的朋友，我相信就是因为无倒来到现场嘛，所以嘛无要紧，咱会使看直播啊。当然，即个后礼拜二共款，咱的嘛，甲即个咱即音档加的嘛是会发布出去安尼，互大家了解一下。当然，因为咱今日人来到外口来到现场总是爱先自我介绍一下。对来讲，我有做阿迪以外，主要是甲大家介绍一下，讲咱有即个 podcast 频道。因为听讲即届总共有40档以上的即个 podcast 的频道，拢无共款。我毋知我是毋是即档是唯一一个敢若完全用台语讲话的频道。迄可能爱问主办单位较知影。因为其实我的即个频道总共有3个单元，其实只有台语话故事即个单元是完全用台语来讲话，其实另外2个是用华语的。那台语话故事即个单元，其实我有一个共同的主持人，孙宏志啊。孙宏志的支持者比我较济。安尼吼，足侪人拢讲爱玩无伊，我都无爱听。但是因为即届咱来到台北大潮埕即个所在要录音，要录音其实对大家来讲对伊来讲啦比较因为咱说红字我顶届有讲就讲伊较金鸡玉晓，保留玉质，保留玉质即个事较困难一丝啊。以后有机会来给大家介绍啦，所以较无适合搬车。所以甲特别邀请换阿露露，是的，来甲咱即个赞助一下安尼来甲咱斗3工一下。顺便讲一下，咱补充一下，都要讲盘车。即个盘就是盘的盘，盘子，咱华语讲盘子，毋是盘啊。盘子迄个盘其实本来就是有即个回旋转弯的意思。所以你若是转车，咱过去讲，咱当讲转车对无？过去咱就较正统会讲即个盘车。盘车，嘿，无毋对我知。搬山过岭，迄个感觉无毋对吼，所以比如讲你若伫宜兰的罗东，因为家己本身是宜兰人吼，宜兰罗东即个中山路甲中正路的交汇即个所在吼，交界即个所在，过去因为真侪即个牛车啦、马车啦、三轮车、货车拢爱伫遮落车落货吼，还佫洗头，所以即个所在吼，过去叫做牛车盘。
嘛好做天地盘，天地盘听起来就较车兄。伊甲天地会有啥物款的无啥物关系关联，天地盘是讲所有的车辆拢会伫咧遮来转换啦，吼，所以咱就做讲盘车，即个盘是即个意思。当然咱嘛是爱，除了我即边主讲介绍到有讲即个说谎机，今日因为伊金鸡玉号吼无适合刷动着伊金卡玉部，所以无方便来甲大场正，你惊讲伊会晕车，所以今日特别请你来代打，对无？无啦，这应该是讲我的荣幸啦，我嘛真正真久之前捌听过我的好朋友阿铁，对无？阿铁伊的广播，我感觉讲伊每一届的内容拢真正真用心。伊今仔来大场顶即个活动，伊嘛有讲过，说谎子啊，伊无法度来。我就想讲，我嘛算是在地来即个所在，我嘛来体验看卖啊咧，是啥物款的工作方式，会当互咱的声音透过即个广播的方式，互大家听。我感觉讲，这嘛是一届真袂歹的体验。当然，因为咱除了即个现场的一寡播出去即听众，佮直播以外，其实因为咱讲咱会加好了，会放伫即个我有家己平台吼，我即个亚特聊天啊，来开讲的频道顶悬，所以当然咱会互咱了解一下，讲今日我的即个搭档吼，我即个甲我共同主持的即个主持人，有啥物款的身份，啥物款的背景，因为咱有一寡固定伫收听的听众，因为想讲是安怎会找伊来，总是有一寡原因。咱讲即个机关咱伫咧仓库其中比有缘故嘛，所以想讲嘛，互你来自我介绍一下。好啊，当然先甲阿铁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做一个因为习惯讲观众朋友，甲大家介绍一下，我叫做阿露露。其实呢，甲阿铁阮是伫咧进前工作的关系，阮熟悉。因为熟悉以后呢，感觉讲两个人真投缘。而且我本身的职业呢较特别，因为我做的是传统戏剧所以伫咧对戏剧所以伫咧台语方面嘛，算讲是我食饭的工具。对，所以可能是因为安尼，阿铁较会想着讲，今仔日专程的台语会当叫我算是新北市半在地的人，虽然讲我的故乡是伫下甲，毋过目前呢北漂，讲有即款的字，会使啦，会使哩吼，就是游来到新北，嘛伫咧即个所在，算讲定居真久，所以有即个机会，甲大家会当来到阿铁的频道，甲大家见面。因为透过伊有讲过，讲爱全台语，透过因为直播，甲咱的声音的放送，会当互我即届的体验，真感谢阿铁。所以你讲传统戏剧指的是啥物款的戏剧？大家应该捌听过《新徛白白吧？你要唱一个遐？无啦，咱今仔日吼声袂开。演员唱歌是爱纳钱的，咱是爱付钱互人的，所以咱无叫人唱歌。咱遮佫有文武兵，因为我感觉你无文武兵，唔肯唱就着放卡啦，袂使。袂使哩，袂当，这是我的戏剧老师讲过，袂当讲袂使哩，爱讲袂用字。我知影，但是咱一般人是会使使用无要紧啦，但是确实，若做戏有当希望讲较文雅一丝啊。无毋对，无毋对。尽量莫遐。直接，无毋对。当然嘛，希望讲大家，毋管你是现场的朋友，也是讲你伫网络顶看到，网络顶听到，或者是你本来就是咱的即个收听的朋友，咱拢会使到咱各种的即个收听的平台来去 subscribe， 就是订阅，就是你甲指落，以后伊若有即个新的频道、新的节目出来，伊就会甲你通知，一礼拜就会一届。原则上是安尼，你会使查找即个亚特聊天，阿迪来开讲。对，你若查阿迪来开讲，你可能找无。你会以即个华语亚特聊天，或者上拢找会着吼。那包括着即个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Mixer Box，也可像 Spotify、KKBox， 真侪有诶无诶啦。反正你个人使用哪一款，原则上应该拢看会着。你习惯用啥物款来听 Podcast 的伊度？你着用啥物款的工具来收听，应该都拢听会着。是，无毋对。当然有诶平台有即个拍星仔老话诶功能，所以你若听到即集，若听到感觉讲真趣味、有兴趣嘛拢会使留话，也是有啥物款的问题，拢会使留话来甲人讲，咱嘛甲你互动。嘛会伫后一集的节目内底，我有看到啦，都会伫后一集的节目内底来回应你的留言，你的留话安尼，大家了解一下。讲到咱搭人伫大稻埕，大稻埕你知影其实是台北全腔的即个大本营。全腔？全腔就是讲台北嘛有一寡所在讲台语嘛，对无？但是虽然讲台北目前讲台语的人较少。
但是我相信大稻埕遮，我今日有超工伫大稻埕遮附近要来进前遮懵细有听到一寡啦，但是无侪动有影，所以我分辨袂出来。但是原则上，大稻埕即个所在过去，因为即个地上的生理的关系，真侪东湾人同安，华语叫做同安，泉州同安。东湾即个过去是伫即个厦门的一半，甲金门的一半。稍等咧，毋过我以字面来讲，我拢讲东安咧。你若是一般照字念，咱用咱家己，比如讲漳州腔的念法，那是念作东安吼，这是文言的念法。但事实上，咱若以在地人的念法，咱会念东湾。就是大同的同，平安的安嘛，对无？是世界大同的同，但是伊也念作东湾。东湾。是东湾腔吼。当然这咱当一般通称啦，伫台北就说台北专腔。台北全腔、泉州腔的意思，因为东湾嘛算是专腔的一款，但是伊个甲正专腔无共款。有啥物款？正专腔就是讲，比如讲泉州府，因为早期台湾真侪移民，汉人的移民是为泉州甲漳州来的。那泉州来的这个人，因的腔甲漳州来的腔就完全无共款，所以两边定定伫相拍嘛。咱都去即个附近去到即个海城隍庙。对无？顶悬就是一个即个移民的即个祭拜的拜位，然后这个移民就是当初是咱即个义勇军，漳泉海盗吼，两款的讲法都有人咧念。但拍到尾仔就，咱讲少年若无一摆讲路边哪有游泳宫，就是因为安尼，大家都较罗汉较济嘛，血气方刚，血气较旺一煞，是，无通小套，这附近嘛有冈山楼，会当小套啊。爱小可有条件到迄度去，冈山楼毋是你要去就去到啊。所以毋管咱讲，就是咱即个台北全腔主要即边，咱若讲话真济，即个开口腔口，甲我家己本身宜兰人腔口是完全无共款。因为宜兰目前大概有95%是维持着当初时的漳州腔，因为宜兰人本身是过去宜兰大部分9成以上拢是漳州人去的。宜兰哦，所以宜兰的腔口是漳州腔。当然，我目前讲的这个腔口是已经统合做伙啊，叫做漳泉南，只是讲加减嘛是靠我漳州腔一刷。有头就对啊。是，但是若要正式挑工要完全用漳州腔讲话可以，但大家会听较足爱叫的。是毋是？那像进前我几啊年前办活动，捌甲鹿港讲话，迄个感觉。鹿港佫是另外一款极端啊，就是讲。台湾的即个腔口，你讲漳州腔甲泉州腔的两个极端，一个就是宜兰腔，一个就是鹿港腔。鹿港比如讲，鹿港伊就讲，咱一般当讲你碗去洗洗咧，但是鹿港就讲你碗空洗洗咧，伊讲我想看卖安怎讲较准确，伊讲你去共碗洗洗咧，伊的腔，伊的调有较像。当我毋是鹿港人，所以我真歹模仿迄个腔，但是伊迄个发音家字的方式，母音拢无共款。无毋对，而且伊讲话迄个洗洗咧，因会讲水，所以其实迄个开口真正无共款。因的迄声调拢无共款，甚至你讲，比如讲伫台北，伊嘛是会讲洗碗。水有一个微的那个音，对不对？但是伫咧漳州腔内底，阮讲洗碗。洗碗。真侪即款无共款的调，比如讲台北真侪所在讲台语。但是阮漳州腔讲台语。阮兜嘛是讲台语。对，因为你故乡是伫咧即个嘉义县吼，嘉义县大部分嘛是属于漳州腔，只是较新的漳州腔。是。宜兰是保留真侪老漳腔，所以真侪人讲，定定讲宜兰人讲的水水软软，食饭配卤卵。那面咱若出门，咱就毋知当时要转，就即个款的腔。这是目前敢若伫宜兰保留的即个正漳州腔一寡。目前虽然漳泉南大部分是我漳州腔，但是这部分就较无留落来。我就想到，进前阮咧播戏的时阵有一段，毋知红红娘，你捌听过即出戏无？红红娘，红红娘，我因为伫咧舞台上拢爱讲娘嘛，有一段台词就是你为何？正确的念法是，你为何软袂停？毋过阮伫咧排练的时候，我就另外就咱用宜兰的方式来念这个台词，然后另外迄个演员就讲，好，咱来试看觅着，你为何软袂停？所有的人都已经笑到倒伫咧涂骹。对啊，所以是毋是人都会拢无来去啊？我听迄个音口音，因为漳州腔漳州腔的口音较水水软软的感觉。是。当然，还有其他的讲法啦，比如讲分书吼，咱讲洗身躯，宜兰讲洗分书等等，真侪无共款的讲法。其实我伫咧即个 Facebook 顶悬吼，即个专业顶悬嘛，拢有做过介绍，互大家了解讲。
意义有的所在共款，有的所在无共款，所以依然是有些身躯嘛有些分数，但是用途无完全共款。等等就像说，主要就是讲咱即个大稻埕即个所在，算讲是正即个台北专区的大本营就对啊。所以因为本来伊只有一个港口嘛，对无？对，我印象中敢若是有，对，所以就变成讲，咱等于讲是咱两个拢以漳州腔为主来到即个全腔的大本营。我是讲，咱附近店家吼，那因为我毋知这播音的范围偌大啦，那听到毋知我足介叫无讲即个腔应该听袂惯势啊。不要紧啊，咱就是互相交流嘛。咱讲的互相求进步。那若是讲阮讲有啥物款的所在较无拄好，也是讲较无周全的嘛，希望大家去阿铁的频道去甲伊讲一下。日后阿铁咧做主题的时阵嘛，无一定会当针对大家回复甲问题，会当佫较进一步来去做一个研究，也是大家互相讨论啊，对无？对啊，顺便补充一下吼，比如讲你若是正台北人，比如讲台北，你会安怎讲？台北，系啊。台北这是漳腔的讲法，因为台这个字原本是这个第五条，第五条你可能头前选变你漳腔内底变第7条变台北。台北是。对，但是你一定嘛捌听过有人讲台北。台北到咯。台北这就是全腔的讲法，因变调的方式嘛无共款。因就讲台北，我要去台北。我要来去台北打拼。你若落港就变去。都毋是去啊，是去。是，我感觉去金门嘛是有咧，你要去倒？是，真古锥。因为音拢无啥共款吼，这是咱较特殊的所在啦。是啊。咱即个参加的即个活动叫做年会嘅街头播音室嘛，年会大街的街头播音室。当然，若要讲到即个彩港年会吼，确实上有名，就是咱知影就讲即个迪化街、迪化街。大稻埕尤其是迪化街是上有名。若要买即个。南北二会啦、糖仔饼啦、茶米啦、中药材、布料，咱当然去洗布料行，对无？无毋对。永乐市场内底迄是2楼、3楼，对无？2楼、3楼，满拢是布料，各种布。佫有一寡车工的代工。对，佫有车工，像咱若是有做戏的人，就知影讲有真侪需要，遮嘛拢会使。甚至你若讲厝内底咱有一寡像咱即马这枕头。要家己车，要家己用的。你家己会当去拣布料，连内底棉啊，是毋是？嘿，伊内底嘛拢有，你就叫人家你车咧，拉链车好，倒转去。我是讲你是买好，等于家己要绣针子的。真难啊！我可能绣好。我毋知讲绣针子，大家听有无？这词较文言一丝啊。是绣针子。针子就是，对，你迄个字连汉字我都不要写。针子，毋是为电视照出来迄个哦。毋是为古镇内底为电视照出来。是，毋是头毛长长迄个哦。去找看卖这个字。就是绣花、挑花、插绣啦。对，我毋着插绣的感觉安尼。是。那还佫就是一寡即个过年过节要拜拜的物件吼，一定咱即个大稻埕啦吼，迪化街即边一定是要收坐吼。所以我相信大家若要到过年前吼，拢客到遮来吼，大家拢人客人就是拢来买物件吼，买遮年货安尼。都讲着拜拜吼，我就向去想着讲前几工我有一个即个同事，就讲伊要准备要款拜要拜天公，我拄好要来甲你考试一下。不要紧，而且我拢无互你讲，所以你嘛毋知我要问啥。不要紧，嘿。现在讲一个，既然人会讲问，毋是讲问。好，互你问。我问一个。互你问一个，不要紧。无毋对吼，你讲，伊讲伊袂记得伊拜天公爱用烂还是角啊？所以我有2个问题吼，一个就是烂甲角啊是啥物物件？嘿，我拄好要问讲，烂甲角啊是啥物？第二拜天公爱用倒一款？天公就是玉皇大帝，知影吼？咱后壁广告社群嘛讲着即个代志，嘿。毛啊是啥物？对啊，烂是毛啊，烂毋是毛啊，毛啊就芝麻。烂，你问讲伊要拜天公，伊爱款拜，到底是要拜烂好，还是拜角啊好？其实即两项物件到底是啥物，我都毋知影。来甲大家说明一下吼，其实烂主要就是即个家母。角啊是家公，家奴啊，甲家公啊啦。是，一般你若是市场内底，你要拜，咱讲一般三牲吼，主要即个
天顶飞迄款一般是用鸡为主啦，一般较少用鸭是用鹅，较少。但是那以鸡来讲，你去市场卖鸡肉蛋，你一定要讲我要卵是要角啊。这个时阵伊就甲咱分这个所谓性别，就是公的母的差别。一定爱摆，应该是爱摆鸡角啊。嘿，无毋对，对无？其实卵甲角啊，这主要是伫讲即个鸟啊类的即款的即个公母的差别。所以有的人认为讲。飞禽走兽的飞禽对啦，咱讲禽胸嘛，禽胸的鸡胸肉嘛，但其实伊原本写的汉字是禽胸，禽类的胸部。所以那都有伫运动健身的人会食禽胸吧？禽胸，只是讲即个禽已经主要是摕来代称鸡肉本身，就甲即卵仔角啊共款。我若单独讲卵仔角啊的时阵，一般是代表讲这是鸡卵鸡角啊。但事实上，这卵甲角啊主要是讲的是即个公的甲母的差别，母的甲公的啦，卵是母的，因为你头前无加迄个动物，我当然袂甲你讲，要甲你考试啊。所以我就听无什么是卵，我是上早我听做是拜魔啊，我当做是咱过年咧拜。毋是麻老啊，是麻老啊，嘿，佫无共款。咱应该拢买着麻老啊啦，我想。所以卵甲角啊有即个差别，但是因为咱一般市场内底买即款肉鸡，肉鸡因为成长期拢足紧的，个外月就要上市啊，就要卖啊，要摕来食所以其实一般伊拢还无真正够完全熟啊，所以讲伊拢还未生过卵。伊人用讲卵，是鸡母还未生过卵，鸡公嘛还无拍种过，所以佫足少年的，所以一般咱讲鸡卵鸡角啊，在熟的，在熟的，所以咱讲鸡卵鸡角啊，其实一般嘛是有只讲这是还未生过卵的即个鸡在熟的鸡母甲在熟的鸡公啊，但是卵甲角啊本身其实指的是公的母的即件代志。所以咱嘛有卵甲角啊，嘛是可以。为什么你会当甲大家解说者？为什么拜咱的天公爱用的是鸡角啊，毋是鸡卵啊？一般咱若咧拜神，其实是无安尼分，就是一般你厝内拜祖先拜啥是无伫分卵是角啊，拢可以，拢会使。你三星就款好就会使。但是三星是倒三星啊？鸡肉。猪肉，一般上猪肉了啦，就是一了安尼对无？无毋对，过来就是鱼仔，主要是这三项。你有天顶飞，虽然飞袂起来啦，天顶飞、涂骹白、水底游的拢有啊，陆海空三军拢有啊。是，三军统帅。对，三军统帅就是拢爱有安尼吼。那原则上大部分是三星是无管你是一定爱公的还是无的，但是拜天公有即个讲法啦，可能第一是伊上悬嘛，地位上悬，叫皇帝算讲。总统啊嘛，以代地位来讲算总统啊。就是伫咧神明内底伊上大的对啊，上大尾。叫皇帝原则上大部分嘛是以男性的角色即个形象出现为主。是啊。所以目前会认为讲有即款讲法讲，咱若拜天公伊个已经叫公啊嘛，天公啊嘛，毋是天母，所以伊会拜即个角啊啦。当然咱当时代进步情况讲是无差啦，你兴食啥就兴食啥，你就买啥就好啊。表示尊重就对啊。嘿啦，当然这内底加减我讲有一寡即个男女无平等的问题啦，这是性别的问题，但是咱毋是伫讨论即个问题，就是只是甲考试者讲啥物叫做卵，啥物叫做角啊。你若要去传统市场，你有法度讲出这两个名词，大家都别甲你骗，你知影？别互你较无好。我拢甲讲是要公的也无的安尼尔啦。嘿啦，因为公的母也够分，比如讲你若。你爱鸡母，但是款式有的人是爱要炖什么物件，伊爱老鸡母，这个时阵咱就别讲卵，所以有这个差别，这是我讲较趣味的物件，真特别。讲当然因为讲过年，当然一直讲过年的代志嘛，今年这个主题嘛是甲过年较有关系。我想过，定人拢咧讲，这个囡仔欢喜过年，大人烦恼无钱。我以前甲一个会所了，甲发现讲啊。家己开始食头路，佮知影讲过年领迄年终除非你是长荣啦。今年长荣是上大的话题。今年是888，是 UCC 但是你若毋是一般人的年终可能是无遐济啦。无对。所以总是讲逐工都逐个要过年啊，就开始想包互老爸老母爱偌济钱啊，公阿嬷爱偌济钱亲情的囡仔看会使莫见面无？而且我会感觉讲，因早你安尼讲，我都想着咱因早囡仔的时阵是咱的手袋啊向上。是。咱若大汉以后，颠倒咱的是手袋啊向下，因为咱要共摕红包，一定是双手安尼嘛，对无？双手手袋啊向天。
啊，毋过咱要互人红包的时阵呢，咱就真委屈，就爱手底啊向下。啊，毋过这是我感觉这嘛是一种代表，就是咱嘛有这个能力，咱嘛有这个回馈。一款回馈的对啊，回馈啦，回馈。对，心意，互咱的心情，是咱会当互咱的时代，也是讲咱的长辈表示讲咱拢已经大汉啦，为收红包，甲咱会当互人红包的身份无共款。我看会使手一直放伫裤底仔内底，莫摕出来。咱就开始伫遐讲，我安那揣就感觉我有一包物件，我袂记你炸来，安尼毋知会当转过无？我甲你讲，当拢爸爸妈妈拢足厉害，讲要紧你转账互我就好啊，你转互我，吼你网络银行吼，网络的即个银行啦，还是电子的即个支付拢会使吼，电子嘛用手机拢会使纳钱啊，无，咱无听爸爸妈妈讲来，我只有录卡的机器，来你来录一个，我嘛会当收安尼。读卡机甲你款好好。是。咱若毋是长荣，今日若毋是伫长荣食头路的人，可能家己都要小叠一个啦，你算盘小叠一个。咱就额头啊，来咱家己的迄个啥钱包啊，小算一下，讲咱内底剩几张，啊，搁里头搁偌。主要是心意啦，咱量力而为。人讲的心意食水甜嘛，对无？毋通讲家己开了了的就好啊。是，这嘛是过年咱会讲会拄着的一件代志，就是包红包嘛。对啊。你细汉时阵伫过年，因为咱过去咱定常讲过去较有一寡过年的即个感觉吼，迄个气味气氛较无共。那你以过去来讲，你有啥物印象较深的无？因为我知你过去是伫家己大闹，对无？是。我大闹我面向嘛足近嘛，我一段时间嘛踮伫面向。对啊。迄个所在有啥物较特别的过年的一寡风俗，还是讲恁细汉厝内有啥物款的习惯无？因早过年的时阵，因为甲即马为止，其实拢即个传统还阁维持着咧。就是咱过年进前，咱爱食迄个团圆饭嘛，就是二九迄暝嘛，对吧？食饭食了拢共款啦。其实即个团圆围炉是29暝。围炉29。围炉，敢是讲咱敢若定定拢讲29暝。嘿，29暝，嘿，过来就是围炉进前，咱就是爱摒厝内嘛。是。这拢是共款，过来就是爱去。你有伫摒？其实阮兜灶骹拢我咧摒。阮爸爸吼，即摆年岁嘛有啊，所以定定拢会去叫一寡你讲请人斗摒？请人斗摒，毋过伊会讲阮阿露露吼，因为甲灶骹伊摒上清气啦，所以吼，我拢特别啦吼，你倒来摒。你后盖吼，莫甲摒较清气。毋过就是讲咱当年伫咧外口嘛，嘿，就转去嘛是聊表一寡好心，聊表好心一个。是，咱搁安怎，咱嘛是甲摒。讲着好多讲当年，阁有，甲即马爸爸嘛是阁维持即个习惯。咱要食团圆饭的时阵，桌顶有一碗一定爱有长年菜。嘿，这是。但是我从来毋捌伫食长年菜。其实你有食过？我捌食过，对我来讲，我感觉苦。歹食。嘿，可能我袂晓煮吧，因为。我感觉凭迄个气味我挡袂牢啊。我感觉我会记得长年菜，那像是咱阮住伫咧嘉义，所以隔壁是分林大边嘛。迄其实是做迄个啥酸菜、咸菜，人讲的咸菜，其实伊是规丛安尼落去生。毋过我感觉咱若是长年菜，因为无其他料理，而且时代伊的长年菜，阁袂当甲伊切长。袂使。是，就是可以收毋。是，所以就是爱规丛，也是讲规片的叶仔落去滚。阁无啥物款的调味嘛，所以你就感觉就是一丛长年菜，你甲摕起来煲，我感觉也是古涩嘛，所以我迄拢是时代咧食较济。嘿啊，我其实过去阮厝诶嘛是有阿祖对你的时阵才会食，到尾都真少伫食这啊。目前是由阮爸爸来延续这个传统。阮厝诶，敢若都较无啊，我就是直接羊肉炉就起来。过年羊肉炉较有烧，你知影？是。直接食羊肉炉，等就出来较袂讲一定爱看啥物物件，摆看啥物物件伫做料理安尼。较无迄个习惯嘛，对无？鱼仔加减会有啦，一丝啊意思一个安尼。是。但有诶人就搁较简单啊啦。就直接叫外送。对啊，你有诶就是网络会使订嘛，较多会使订嘛，真侪餐厅拢会使订嘛，还有即个咱当讲外送嘛是拢可以。所以大家做法就较简单啦，较方便啦。当然有当时确实过年诶，即个气氛加减会受到影响。我感觉一年甲一年，以我细汉的印象，甲即马大汉以后，你会感觉讲年节原来的气氛甲过年过节的心态拢较无共款啦。
尤其大汉了，我讲有一部分嘛是讲大汉了啦嘛有差，因为细汉你就是跳过年就好啊，知影？反正你想讲啊，你红包摕着吼，除了互妈妈收起的妈妈讲啊以后。伊帮你捡起来以后，甲互你的，但是永远拢看袂到迄个以外，你家己捡起来，迄一偷偷啊捏起来迄一部分，或者摕去买什么电动玩具啊，买有诶无诶，要叫糖仔饼，这都规工咧想这尔，所以当然欢喜嘛，吼，等于就是生一个炮啊啦，吼，打嘛袂使四个放炮啊，哦，无毋对，啊，较早会使嘛，吼，所以这环境就无共款啦。是啊，还有啥物你认为较趣味的代志吗？过来就是哦。因早细汉的时阵，要过年进前，就是头拄咱讲的去搭迄个搭春联嘛，吼。过来就是囡仔上幸的，不只是摕红包，过来就是爱买新衫。一定爱买新衫。你遮好康通啊买新衫？我感觉无咧。我感觉迄是一种仪式感的，就是讲过年啊，可能因早的生活条件嘛无遐尼啊好，有法度讲会。像咱即马有可能啊，咱安尼薪水，也是讲有想买就买，想买就买。像头拄安尼，甲阿婷伫遐咧行路的时阵，哦，差一点仔拢挡袂掉。结果因早可能经济条件甲社会伫咧买物件方面嘛无遮方便，所以拢是过年过节才有买。对。买新衫，个就是有当时啊，厝内底爱换一寡家具的时阵，嘛是拢过年的时阵才咧换。无毋对。对啊，因为过去真侪物件吼，你讲资源较无遐丰富的时阵，确实是真有需要啦。就是讲你趁这个机会吼，讲这好听话。对。互家己安大者讲啊，今年这个时间嘛，差不多应该买一束啦。平常时欠长内多安尼，总是这个时阵会使互我买一束。过来过年的时阵，厝内底时大特别交代，袂当讲无结条的。无好结条的话，对，歹结条。比如讲，咱讲活的颠倒饼嘛，我袂当讲啊，咱找伊。袂过年啦，当然使讲无要紧。袂当讲是啦，安怎？因为感觉时段，感觉讲这扣着的，这袂当伫咧新正年头。毕竟都那像咱元旦的时阵，大家拢会。许愿嘛，对无？许愿，讲咱今年会安怎？今年要瘦几公斤，做袂到。咱今年要趁偌济钱，对，所以有当时咱就讲，一年的开始的时阵，咱就爱讲好话，然后存好心，做好事，大爱台款，暑假。我安尼讲，我感觉这是一种真好的一个传承啦，一个信念啦，确实是无毋对。咱讲传统市场其实常常拢对着这几个变化，包括咱迪化街嘛是共款吼。咱遮虽然无讲做传统市场，但是嘛真济，因为咱北市会关系吼，佫是大伫办年会啊，等等拢有需要。那当时其实真济过年过节的，毋若敢若过年啊，真济节日嘛拢会有真济相对应，你必须爱摆的物件，爱款的物件。无毋对。真济所在拢会准备吼，咱会使来算一下，我有准备一个，比如讲过年咱先无讲吼，因为咱即个主题就过年啊，咱就先无讲。比如讲清明的时阵，爱拜什么物件？清明拜公妈吧，爱佫拜祖先。拜摕什么物件来拜？你是讲要拜的物件？摕什么物件来拜？你要款拜爱款啥？我知影，阮兜就是你头拄仔讲的三星一定爱嘛。三星一般大部分拢爱。过来就是爱拜豆干。恁会拜豆干，要做拜豆干，嘿，爱做干。佫有那像爱佫一粒。你互咧祖先实在是足为难的，我甲要着讲保庇我爱做干，保庇我爱创啥？祖先家己本身就无做官，你讲可以甲你斗牵线。我感觉这拢是时段对咱时势的一种寄望吧。是啊，有当时咱像讲，咱会希望讲，咱日后毋管是讲安怎，咱来讲日后咱遮的时势，因为咱无偌久嘛是做时段，就希望讲咱看会着看袂着嘛，希望讲因会当平平安安。以早的观念拢感觉讲做官就是一种上好的职业。是啦，因为咱讲清明爱陪墓嘛，迄个时阵其实以我家己，因为我家己职业，目前的职业嘛，甲即个传统市场有真深的关系。我咧加在，我都说你的职业是咧陪墓。我是有陪过墓，但是是家己家族啊的吼。但讲到陪墓这件事，其实过去一般那甲清明时阵，阮迄边传统市场是准备即个草仔粿啊、红菇粿，过年时嘛会准备粿来拜。我知影若是下港，尤其像台南，因为一个习惯是陪墓了，倒来厝诶，因会食即个润饼。因叫做春卷啦，但是因的春卷甲我的春卷无啥共款。对我来讲，
嘿，对咱来讲，迄是润饼。是。但是宜兰腔春卷、春卷啊，无紧就凊彩你。你是讲润饼，你是讲春卷哦？毋是，我意思是讲台南伊会讲春卷。但是伊的春卷是咱伫讲润饼，润饼搞迄个润饼。是。嘿，所以我头一届伫台南人讲要找我去食春卷的时候，我就欢喜，我就兴食春卷。嘿，我一看讲这是麻粿，这毋是润饼，伊讲对，迄个春卷啊。因为咱讲春卷是，在我来讲，我讲的春卷是煎过的，内底有掺胡椒，有掺啥个，一定要煎过迄款脆脆酥酥迄款的物件，算讲是一款酱料。甲即个润饼是无共款的。润饼就是外口白色的嘛，但是因为伊这个寒食节有关系，甲因的传统有关系，所以台南的食法就甲咱无共款。像我家己是安尼。你到讲陪伴，我想到一件代志，讲过去因为我的阿祖查某祖阿祖过，当已经无伫哩啊。伊其实甲真有会的时阵伊都已经有准备即个。一笔钱，讲伊厝的即个蒙啊，过年咧讲蒙啊，蒙啊要甲整修一下，总算整修好了，有一天我转去，迄时阵我伫读大学的时阵，我就转出来，阮爸就讲，我带你来去新的蒙啊，做好来去甲看卖一下，我看一下。看之后伊带我去，确实家真气派，安怎拢整修过啊？像旧厝翻新拄根，你知影？有说拄根嘛，翻新了，讲袂歹，伊讲来你看遮有几落架仔位即架就是你的。即个是你未来的某的，即个是恁囝的，你囡仔的，拢有甲你看好好啊。你的位拢甲你留好，像即个代志免甲我讲袂要紧。规划了真周全啊！几落代拢甲你看好好啊，位拢甲你留好啊，尼。是。我想免甲我讲这话。你看，这就是时大疼囝的心情，你看。但是我是听甲爱叫。袂啦，我你讲过年时，其实那像有一寡地方的人，因伫咧过年进前嘛是会去陪无。是。嘿，过来咱讲清明过来一个大节日就是五日节，端午节，五日节、肉粽节安尼当然这主要拜就是咱讲肉粽。对。当然只要逐年只要到五日节时间，就一定是南部粽、北部粽之争。是。中部粽咱就莫讲，咱无想要去做海景第一排，所以咱就是南部粽、北部粽之争。常常讲北部粽讲是即个立体油饭。对我来讲，南部粽敢若我又搁要引战了，对不对？对我来讲，南部粽敢若麻糍，3D 麻糍。所以对我来讲，因为做法无共款，有一个有炒过，一个无炒过。我认为讲炒过，迄个香味、迄个开口，甲迄个加起来口感对我来讲较适合。较无共款。嘿，若南部的，我讲实在，其实主要是个人的口感甲习惯啦。即毋知啥咧，这几冬来即个南部粽的声势较强。定咧考试，阮北部粽是即个南部人真团结。伊甲阮考试，阮北部粽是即个立体油饭厝人非常无欢喜。我毋知咱大稻埕即边主要毋知是以即个北部粽是南部粽为主，因为大稻埕较复杂一丝，我嘛无了解。那等者若是有人知影，欢迎。有人卖粽无？甲阮讲，毋是会当留言甲大家。互相参考一下，好无？或者是你拄好有伫卖粽，佮有听到，你说摕过来食，我现场来试食看卖。或者这就是五日节，款粽这是基本的，过来下一个大节日，伫传统市场内底大节日就是即个咱讲七夕。七夕第一是正式讲。七娘妈生，对无？七娘妈生，七巧节，所以七巧节。所以即个旧历的7月，嘛，号做巧月。卡月，嘿，就是七巧节的即个巧月，这就是即个关系。七巧节的伊拜物件都无啥共款拜啥你知影？七娘妈会拜啥？七娘妈是拜啥物用的？七娘妈是差一点要讲王母娘娘，毋是王母娘，毋是母娘，是应该是毋是爱拜麻油啊？麻油鸡差不多，对。其实因为七娘妈主要是保庇即个还未大汉的囡仔，还有床母，过去有床母的即款讲讲面床边，因为咱讲万物有灵，就是咱对即个。世间万物有灵即个概念，咱若咪伫讲故事的时候嘛会提起着。有啦，门有门神嘛，对无？类似安尼所以就是讲，即个你厝内若有囡仔，尤其歹油饲的，半暝啊3步5下，伫遐哭伫遐吼，都囡仔就惊妈妈哈，嘿，错啥物咱就莫个讲，尽量较清气一丝啊。是，就是床母，因着拜床母，但是拜床母你若拜，就是爱拜到16岁。拜到16岁。我印象中是安尼啦。七娘妈，七娘妈是即个，等于讲这拢是照顾囡仔的心灵啦，就是一个你若满16岁了，爱做16岁，爱拜拜。
当年若是囡仔佫细汉时阵，床母是佫几岁，我小可袂记啊。吼，几岁了后可能是换即个青牛妈照顾到16岁。是。吼若是床母来讲，吼，你拜就是拜像麻油鸡、鸡腿，有诶用麻油鸡腿啦、油饭，吼，做这几项物件。而且一般拢是下晡拜。拜袂使拜伤久，嘿，下晡甚至差不多3点外、4、5点才来拜，嘿是，毋通拜伤久，一时啊就爱收啊。为虾米？是阮讲法讲，惊即个床母吼顾食，煞袂去顾囡仔啦。一部分可能是因为这所谓咱讲万物有灵，一寡即个器物咯、器物的即个心灵吼，毋是讲完全正神来迄个感觉，算讲一款保庇尔吼，所以嘛。无希望补甲伤久长啦，这就是意思一个带过就好啊。因为迄个时阵还佫有其他的代志爱无用嘛，对无？就是无啦，你要请嘛，互人请食饱咧，然后食到一半好，我收啊收啊收啊。所以你看咱若7月是普渡的时阵，是毋是嘛共款？7月是普渡的时阵，其实大家一话收，大家拢拼收足紧嘞。嘿，大家拢不做上尾一个，对无？就是这个原因嘛，就是讲有诶，毋是讲正信的部分，就毋通伤停留伤久安尼。除此之外，其实还佫会拜一款甲人无共款的金纸。咱一般拜神明神明咱会烧挂金，土地公有土地公金，玉皇大帝只有天公金，所以真侪无共款的金。无毋对。但是若拜青牛妈、拜床母有即个保家衣，是毋是？你有捌看过无？大条条只嘛有卖，我嘛捌看过。我毋捌看过，毋过是毋是甲12保家？是12保家的保家衣。是。伊就是七彩，吼真水，一塔一塔咧七彩，就是你若有几个囡仔，你就是款几份安尼。所以烧的是保家衣。所以因早若是囡仔生较济，囡仔生较济，就爱几啊塔伫咧边啊，对。嘿，就是因。当然，你会看囡仔有伫拜床母无吼？因为有诶是无拜床母诶。那听讲拜，就是你着爱拜甲有足岁才会使。你若无伫拜，就莫拜。就是。就咱像咱即摆讲诶，咱若有咧拜地基主，就爱继续拜。嘿。若无咱就就是拢卖。对。就是看你家己决定啦。莫讲成一个后壁拢无。迄个渣男。所以就是安尼，所以会拜这真特别的这款物件，做保家衣、床母衣，就是较特别的，做16岁。过来后壁咱这个中元节咱先无讲吼，因为我有一个物件要甲大家分享。过来后壁就是重阳节。中阳，若无中秋节？中秋嘛有啦，但是我当讲的是，我条件讲这几个大节日是较特别的，是讲，毋是讲逐个一定拢有放假啥，但是这几个节日的旧历的日子拢真特别，所以伊年节拢有的。那咪会甲大家讲是安尼讲吼，这中阳节就是咱会讲中阳啦，吼，就是中阳，宜兰是讲阳，阮讲中阳，比如讲咱讲南阳平原，对无？宜兰对，你会使讲南洋无毋对，但是伫宜兰人会讲南洋平原，就是南洋平洋拢可以。南洋又个变成是南洋啦，你会讲洋？嘿，南洋。就是一般由细腔，一般由细腔的洋这个音，伫咧宜兰腔内底发成阳这个音，所以一般人讲太阳。对啊。宜兰讲太阳。因为我也讲南洋，就爱变是。南洋，太阳的洋，太平洋的洋。对，迄发音有个无共款。是，南洋啦，吼，我刚已经乱记啊。是。洋会变成洋啦，吼，所以比如讲，你一般咧讲乡镇，对吧？乡镇，比如讲什么乡，咱台北无乡嘛，吼，就是比如讲大林是乡吗？镇。阮是镇。闽乡乡。乡对。但是宜兰人讲会变闽乡乡。乡镇，所以你讲香港，但是伊人讲香港，就是因为音对应的关系，腔口无共款对无？是，家己确实有的人嘛会念央的音，是因为你本来漳州腔有的人佫留着，有的人啊无留着啊，是，看时代。嘿，你若较有岁人，可能就听出伊即个讲法无共款。咱讲到咱即个中阳节吼，就是因为。以宜兰来讲啦，因为我家己生活的环境无像伫宜兰吼，宜兰特别重视即个中阳节。中阳节为虾米？第一，因为9中阳，所以伊有即个灯会寿的意思，所以厝内一定会拜拜。是，一定拢会款拜，共款三牲该有爱有吼，定定佫会加拜一个即个法粿。咱要拜啥？
赶快拜天公。哦，嘛是拜天公。嘿，哦主要就是讲祈求即个顺来咱厝内大人吼，会使长岁寿。是因为九中央有一个登高即款的讲法嘛，登高对不对？所以嘛有即个，所以有诶拜道官就像你讲安尼，共款就希望讲会使做官，会使即个位阶佫较悬，愈爬愈悬啊，毋惊摔死。你毋是讲爱讲哦。咱拄仔讲这几个节日，我想特别讲这几个节日是上特别，就是讲即个咱倒转来讲吼，中央节是9月初9，旧历9月初9，无毋对。过来七卡节是7月初7，7月初7。过来5月初5是肉粽节、端午节，迄做5日节。过来3月初3清明节，当然清明节是用即个国历新历的4月5号，4月5号是。但是过去的清明毋是迄个时间。3月初3。无错，当叫做古清明，或者小清明。有的人传统嘛是用即天伫拜，只是迄时无放假，大概时间较袂拄好，较袂拄好，对无？嘿，因为即个蒋介石死的时阵，甲讲既然伊死啊，伊讲就改成清明节。我本来想我为着伊改，总共一个就是过去3月初3是即个古清明吼，过来正月初1，大家就知影就是新年头一天。对。所以伫咧旧历内底，除了11月11无，迄就是光棍节，旧历的光棍节。买物件做俗的，即嘛是现代。但是迄是毋是旧历的啦？咱讲旧历来讲，就是正月初1、3月初3、5月初5、7月初7、9月初9。拢有共款的即款的节日，敢若11月无，这是我想专门甲这过过来讲。的时阵对无？你1月份的卡数的时阵，咱之前有啥物分流的，有啥物单数、双数啊？咱嘛讲零是搭一个对无？零是即个双数吼，双数卡数吼，有即个差别啦，所以真趣味的一寡。你安尼讲，我较想到，真正有安尼的排列的顺序。是，咱对即个，毋知谁对即个卡数较有兴趣的款，我无了解。可能。咱无8月8号88节，但迄毋是旧历的。迄毋是旧历，迄是，而且嘛是因为。迄是国团来的物件。对。国无啥共款，这是较趣味的所在。好，咱即个第一阶段开讲的时间差不多啊，我时间抓甲真准，我讲45分就45分，拄好45分。时间管理大师。无共款的管理，但即款的管理大家拢真惊，毋通我白讲安尼。就是爱控制了真好，时间控制即个专业爱做较够，咱家己做这无大安尼。今日咧踮伫遮嘛，主要当然讲是为着即个过年，咱即个单元就叫做台语话故事，我拄一开头就念即个台语话故事啊嘛，所以自然我一定要讲一个甲台语有关系的故事，毋是讲甲台语有关系，应该讲甲台湾伫咧过年有关系的故事。所以即个阿鲁知影讲台湾的过年安怎来的无？台湾的过年安怎来哦？我知，就是细汉的时阵，就感觉讲时间到啊，就爱过年啊。课本有教无？教你讲有一个什么年兽来，你个放炮啊？有啊，一只敢若狮仔的物件。是伊是一只足恐怖的动物嘛。我会记你那像教拢是安尼嘛。就是因为伊可能是因早会食人会安怎所以爱放炮甲惊，而且伊出惊红色的，咱才会去搭迄个春联，对无？是，是毋是安尼？但是迄毋是牛啦，所以我嘛就想来解释。但事实上吼，即个动物咱讲，毋管是像狮还是像什么怪物咯，即个年兽嘛，那个年兽，其实伊本身甲台湾的过年是完全无关系的。伊听讲啦，这主要是北京的故事，北京过年的故事。所以其实台湾无年兽就对。台湾无年兽，台湾就无狮啊，你要台湾年兽。台湾为什么无狮啊？你去？你无迄款狮子啦，但是另外一款狮子，迄个加走迄目屎的，迄是有啦。其实台湾的过年的由来有另外一款讲法，当然毋是讲完完全全台湾在地，但是这我感觉台湾的关系佫较活佫较密切一点。甲即个台湾有关过年有关系，即款动物毋是咱拄仔讲敢若狮仔的物件，是另外一款，迄就是猴。猴。甲猴。台湾的过年甲猴较有关系。
搞唔食呢？为什么？搞嘛这呢？搞唔食呢？嘿，那讲到这个狗吼，大家头一个想到的应该就是齐天大圣孙悟空，对不吼？那这确实台湾嘛，有几落间这个大圣爷庙，大圣爷庙就是孙悟空的庙。像我家己较熟悉宜兰吼，就是这个宜兰总位有一间积魂寺。积魂寺，紫云寺，紫色的紫吗？紫云寺，对。紫色的紫。这主神就是大圣爷，嘛号做高济天庙。哦，真简单，听就知影。过来像台南市中西区的这个万福庵，安南区的这个和顺庵，皇上万福金啊，那个万福。嘿。过来安南真歹念，安南区的这个和顺南天门。齐天大圣庙，有啊，伊每届拢会，我要甲你拍到南天门，对。其实这间庙头前迄条路叫做大圣路，最下摆。过来南投埔里的这个西顶洞，西顶洞是台中清水的玉圣寺，还有搭目前建庙上新的，就是新竹竹东的这个龙圣宫，拢是拜齐天大圣。真特别呢，嘿，拢是大圣爷庙。不过咱今日要讲这只狗，甲迄只狗无关系。头前看到等无关系。我这只狗是啥物狗？狗嘛这样呢。嘿咩？咱讲的这只狗叫做丁狗。丁就是咱丁火的丁，路丁的丁，嘿，高丁的丁，没错。我有一个做伊的同学，歹势，我这毋是广告，就是我最爱听伊的 slogan， 伊即摆伫公司的台语台湾高丁。咁唔知我唔知啊。就是伊的 slogan 每届节目台湾高丁，然后我感觉这种我就那个高丁，我就感觉做。亲切嘞，对，这个丁狗就是高啊丁的迄个丁，丁狗，丁火的丁。但是咱要讲到丁狗的代志吼，都爱先对这个冬节开始讲起啊。喂，哪要讲透机？嘿，来个前几工啊，来个冬节这个时阵。冬节，讲到冬节，你今年有食到圆仔无？今年还未，今年还未过，毋过我已经几啊年拢无食圆仔。你较早有咧食圆仔？较早捌食圆仔，就是你确定你食的是圆仔还是元宵？圆仔甲元宵，是毋是？冬节食圆仔，元宵节食元宵，对无？这个元宵食的，就是这个元宵甲圆仔有啥无共款？拢一粒圆。对，你讲对，就是一粒圆，拢会去甲煮甜的、煮咸的。其实主要吼，圆仔甲元宵有一个上大无共款的所在，就是做法无共款，做法无共款。有啥物无共？那漳州腔就是做法。我是做法。嘿，就是你若漳州腔是做法，东湾台北这边是做法。我听说讲东阿是煮圆仔，拢爱掺的。是。那鹿港是做法，无共款，关系无讲迄哈。这个圆仔主要是糯米粉掺水来去糯。糯米粉，嘿，糯米粉吼，糯米粉掺水来去糯，爱糯成米册。米册，知影是啥物无？我知影，我知道。你看，讲起过来，就是是毋是有个人嘛讲粿仔册？嘿，你要做粿仔嘛会用到粿仔册。是。这个册其实就是讲面团啦，所以米册就是面团的意思。我捌做过圆仔，酥圆仔。圆仔内底佫加圆仔册，就是你这个面团你做出来一部分了，先来去砂过了，佫来摕去糯，甲新的粉无砂过粉做伙糯。伊才会口感会较 Q。你若单纯一盖就落去沙起来了，直接食伤烂。糊安尼口感就无好，所以叫做册吼。伊个面团其实本身就做册，所以你烂好就做米册吼。所以你要做圆仔是安尼，就是你甲即个糯米粉掺水落去烂成米册了，内底你会使掺入即个，当然你爱掺圆仔册入去，吼，咱都头一遍做过的物件。看你爱包啊无包啊拢会使啦吼，就是淋落了，你爱甲烂好嚼，吼，因为内底有搁掺新的即个米册，叫圆仔册，吼，搁用手摕来拔落来，压落来了一个一个去酥，吼，那种酥圆仔，对无？咱拢会讲酥圆仔。家用圆圆，嘿，酥好圆嘛。现代的酥圆仔就搁无较无遐迄咯。嘿，是。咱若元宵的做法就无共款咯。有啥物无共？元宵原则上一定是有鸭的。
元宵哦，嘿，内底有有包物诶有甕，件，有诶无甕，对无？比如讲，咱若过年拜拜点，然后用即个红诶杯，圆仔红诶杯内底是无甕，对无？娶新娘诶时阵嘛是爱，南部对无？会摕去煎，嘿嘿嘿。但是阮遐是无啦，阮遐是无即个习惯。是。但是你若元宵都无共款，元宵你是爱先做迄个甕，做成一块一块，甲切个敢若即个是巴肚仔诶大细，放你咧摕一个即个干毛仔，干毛仔知是啥物件无？是毋是甲米苔共款诶物件？是差不多意思。米箩迄种诶，竹筛，就是较大诶即个干毛仔，空较幼诶啦，顶悬铺即个咱讲都讲即个糯米粉。甲即个甕咱当讲切成一块一块，敢若是巴肚仔，放去顶悬，先要放一个先捌一撮水，淡淡安尼，放去糯米粉顶悬，干毛开始用冷诶。就是安尼摇规个即个干毛甲摕起来，摕去用摇诶，这就是爱一直安尼摇摇甲就是伊诶粉拢有调着，拢剥着啊，甲即粒已经剥好粉诶，摕去过水，搁摕转来，继续搁安尼搁热。至少即个工序因为伊就是讲一圆一圆加起哩，但是因为你内底无掺水，所以你靠伊本身外口表面遮个水去吸着顶悬搭的即个糯米粉，搁摕落去剥水了，搁摕起来，搁继续剥，一圆一圆剥起，所以至少要8遍至10遍，你练只久，所以足忝的，做元宵足忝。但因为伊上练的，而且伊本身毋是内底毋是圆的，所以你做出来就袂像咱用烧的即个圆仔共款遮圆。所以元宵其实较无遐圆。嘿，搁有一寡角。对，因为你伫用练的关系所以就无啥共款。摕我问你哦，你讲的圆仔有白色的甲红色的，是。你知影迄个泥色的迄物件？以前阿嬷咧做圆仔，其实阿嬷毋是用糯米粉啦，阮是直接用真正是去将糯米下落来用石头滴。对，我厝诶较早嘛是安尼。对，毋过你知影去泥色的迄叫做啥物物件？你讲伊迄个色素是用啥物？用啥物做诶？要怎讲迄个泥色红色的迄？我毋知咧，迄用啥物？我会记你以前阿嬷甲我讲，叫做红番仔泥。红番仔泥，所以这是一款染色，都是红色的物件，那就粉的色。你确定这是会使食的吼？是，可食用色素。伊就是那像粉的物件，我会记伫记忆当中，就是阿嬷会去买一包，那像咱以前。做古早的时阵，咱去买胡椒，毋是像即摆一罐一罐，伊是一包一包。红番仔泥嘛是共款，甲泡水，伊就是那一种咱红色的色素，甲咱白色的果仔册，咱讲的迄个圆仔册，甲泥色才会变红色的圆仔。嘿，所以咱大家就知讲过去是用即个物件做红番仔泥。是。即个物件我嘛毋知道做啥物名咧，因为我家己无念过。你拄讲的时阵，我想到细汉的时上爱去。烧圆仔来耍，过手拢无洗。顶早阿嬷也是妈妈拢会讲，你手也无洗，你烧圆仔袂食出去。当然佫较严重当然佫较爱注意。手无洗真难办。是咱即摆较健康咧。对。来讲等下咱冬节的部分因为咱讲英国冬节有一款风俗，但已经真少啊，做这无好念做响号。响号。伊若华语叫做响号，军饷的饷。军饷的饷，孝顺的孝，但好即个字有几落的发音啦，有真侪人伫研究无共款的发音，咱暂时先安尼念响号，那响号即个物件佮大已经消失几十年啊啦，这是过去人讲着冬节的时阵出来爱拜拜嘛，打出来嘛爱拜拜，拜了后这圆仔就会甲摕来固伫门啦、窗仔门啦、桌仔啦、椅仔边啊。咱顾一粒仔伫边仔呢，咱过去我较知影爱顾咧造型，共款意思，共款意思。但是其实过去是所有的这器具、厝的这家具有诶无诶，拢会念一粒伫顶悬。就是讲要犒赏感恩咱这家具啦、这间厝啦、规间厝。因为讲咱都一直讲即个信用万物有灵嘛，所以你看台湾这神明的业务分工分遮有，对吧？而且无所不在。咱当去迄个下海城隍庙内底有偌济分工，偌济神明。无对，每一项业务拢无共款。管区拢无共。是，管真有啦，每一样业务拢真清楚，无像咱安尼长官临时交办事项，啥物拢爱做，啥物拢爱做，无安尼分。所以就是即个情形，就是讲希望讲即个感恩就对啊。咱拄仔讲有即个顶醮，顶醮啥物物件，其实嘛是算讲厝内一款神灵啦。是。伊伫古早厝内是竹仔做的物件哦。竹仔做的。即个物件本身就叫做顶醮。伊是啥物款的形状啊？无大，差不多一只手遮大。手掌遮大这其实是过去顶悬会使放一个即个碟仔。
猪仔知影什么物件？毋是猪，毋是我知，就是咱的豆油猪仔，细器具对无？嘿，底即酱料的即个碗盘啊，吼，细细个啊，迄个做猪仔，毋是碗，吼，毋是细碗，碗翻碗，猪仔翻猪仔，会较浅安尼，吼，猪仔，豆油咱讲豆油猪仔对无？猪仔，放一个猪仔顶悬咧，放即个内底底灯油。灯油，嘿，因为你要点灯火嘛，过去无法度牵电像呾一拍火遮大拍狗安尼，一直烧。无毋对，无毋对。吼，所以就是即个用即个物件来放灯油，顶悬啊放一支即个灯芯，吼，就是会使烧安尼。咱米线对无？有诶用米线，有诶用通草，吼，拢无一定吼，真侪款。是。就安尼烧，吼，就是伊顶悬有一个敢若狗仔感觉，互你会使吊伫壁诶嘛会使，放伫桌顶嘛会使。哦，你厝内要照明嘛，吼，你也无电火啊，即会使吊伫边啊，你就有即个照明。若爱较光诶，你就加放2条啊，即个通草芯就放2条啊，灯芯可以放2条啊。因为即个物件照明使用，伊本身主要大部分是竹仔做诶。一般人家吼，因无较好举啦，用竹仔会较简单。无灰仔诶，对。嘿，灰仔迄是好举人厝在用，所以灰仔都是瓷器嘛，嘿，无毋对。所以你若竹仔做诶烧久、夯久，即烧气夯久啊，一定会闭会害，对无会闭去。所以若是到了围炉或者是即个元宵诶时阵吼，就是你放炮诶时阵，顺续甲即个灯搞小小诶。搁换一个新诶，无贵嘛，即竹仔做诶尔。是。就小小诶换一个新诶。人手工拢足厉害。嘿，无毋对，真侪物件拢家己来安尼。对。嘿，所以即个冬节时阵，逐个吼拢伫咧烧圆仔款摆嘛，厝内毋管是即个米红啦、大枣啦、水晶啦，吼，即个拄仔、iPhone 啦，吼，无线耳机啦，无遮物件。伊早无 iPhone 诶，嘛无无线耳机吼，好嘛？就遮物件拢会分着一粒圆仔，吼，就搭踮伫边安尼。年底奖金诶概念。感谢伊安尼吼，就是即个独孤仔即个灯稿伊无分着。对啊，因为伊定定拢捌即个灯油，烧掉诶。因为伊定定咧捌即个灯油，所以你嘛念袂起哩，对吧？因为捌油我就歹念。对。第二，反正规工啊，凡说我就要烧掉啊，我何必个爱念一粒圆仔伫顶悬？毋过伊嘛是真艰苦、真辛苦，替咱顾几年啊，是啊，嘿，所以你想吼，平好足够啦。是。咱莫讲甲即个高济天大圣来比拼吼，这等级差伤济啊，这敢若前2工百灵果伫遮录节目共款吼，外口拢客家满满的人。一寡搞毋遮呢？搞毋遮呢？嘿啊！嘿，我想讲，毋知影人经过，想讲那大家嘛出顺啊，大家遮遐。发生什么代志？但是你就算连即个高雄中山大学内底遐教，你可能因为若平常时，你会使抢一寡学生买遮汤仔饼来食。你这顶教吼，连这都无得比，对吧？对诶，因为人有通仔食，你连一粒圆仔都无。是啊，而且佫会互人气嫌，对无？所以至少讲，逐个同事嘛，拢爱有份，对无？对啊，大细汉哪会差济？哎呀，所以厝内其他家具啦、物件拢总有，独孤我无，对吧？当然就无欢喜。万谈。嘿，所以即个已经成正的即个灯教吼，伊就往到天庭去甲天公，也就是叫皇大帝、皇上帝来去甲斗啊。但是伊斗毋是干那安尼讲尔哦，你佫用笔的吗？毋是用讲的，佫用笔的。无啦，伊就是讲，既然安尼，伊就要陷害遮的人，所以伊就甲即个玉帝讲吼，讲你看恁遮的汉奸的人吼，就是安尼讨这物件，众神保庇咱即个汉奸五国丰收，因煞来讨这物件，你看这因迄圆仔明明就是遮的物件，佫甲念咧咱的道顶，煞安尼四价蛋，甲众神照顾凡人的遮个心意拢拍算去啊。就甲自歹写讲伊歹话就对，讲人的歹话。玉皇大帝咧听到就大发雷霆，伊就命令即个龙王，海龙王嘛，海龙王管水的，对无？伊就伫即个围炉迄天讲，你教训伫咧围炉迄一天降下大水。就是讲传说中有一个亚特兰提斯，甲迄共款意思规个岛互咧沉落，甲拍入去海底去。而且要用围炉迄天，是毋是因为大家无论安怎拢会赶倒转来厝内底团圆？应该讲，伊原本定的就是讲过几工，就是迄天，搁甲变成围炉的前一天变成，就是讲迄天吼结束，你就选择迄天吼，无过几工啊吼，迄新势力甲拍开。嘿 ，Google 日历咧甲拍开，多迄天。嘿，即天我较有闲，龙王的迄个行程排满，schedule就是即天较有。兵部讲无即天好无，就定伫即天。是。讲你就降下大水，甲规个岛互沉落，甲规个台湾岛拢互沉落，因为这是台湾的故事。是。从台湾岛沉落。
到尾咧，即个买价迄一工吼，时间还袂到嘛，先拄着买价。12月16嘛，旧历的12月16。基本上有分啦，有诶人是做12月初二，有诶人是做12月16。是。嘿，价即个字其实就是扣赏诶，嘛是有扣赏诶意思吼，所以比如讲咱会做头价，做尾价，啊，这价主要是针对土地公。土地公，无毋对。所以咱过年过后，比如讲有诶人是即个2月初2，嘿，2月初2，嘛有诶人是2月16，吼，有诶较晚一撮，就讲咱做头价。无毋对。啊，后壁上尾一天，上尾一届拜即个土地公就是做尾价。是。哦，12月初2，或者12月16。是。哦，就看虽然都合啦，吼，主要是这2天拢是初2、16伫咧拜安尼。这小做买，但大家可能拢想讲是做伙食饭啦，啊，看有诶公司会抽一寡大奖啦、股票啦，哦，也是即个长荣要讲几遍。电视冰箱啦，也是抽一台飞机机倒转去啊。嘿，就是安尼吼。但是伫即个做买价祭拜迄个时阵呢，土地公就即个疑心不忍啦。咱讲土地公是咱在地上好诶神明，嘿，算讲咱诶管区安尼，伊就显圣吼，显圣来要甲即个众人讲即件代志。当时嘛想讲啊嘛，当时拜托即个天顶诶众神来斗3工，甚至佫出动着即个观世音菩萨，吼，慈悲为怀，想要来考劝玉皇大帝，吼，讲咱即个先小看一下吼，我是毋是有啥物问题伫内底？大家好参详啦，莫安尼意气用事啦。是，无毋对。到凡间的这个人吼，知影即件消息了后，就是土地公甲因讲啊，台南讲八公啊，吼，讲甲因讲啊，讲说啊，即声死啊！即声死啊，毋是即声好啊，无啥共款。对。即个嘉义民雄有一个剧团，叫做阮剧团、软剧团。啊，因有一个频道 ，MCJJ 有一个即个 Podcast 频道，叫做即声好啊。嘿，但是咱这毋是，咱这是即声死啊！代志大条啊，意思就对啊。嘿，这即声死啊！啊，要安怎创咧？吼，就发生即个代志，既然咱走嘛走袂去，逃也逃不了。啊，后壁即个，无咱就当遮等死好啊。只会使安尼啊，无要规个岛拢要沉落啊！你有法度安那？游泳啊，较紧学游泳啊。哎呀，要过乌水沟。哦。对无？过乌水沟佫较困难。艰苦。对啊，所以后壁收尾的工课咱嘛是爱做啦，吼，所以旧历12月24，迄工要创啥？12月24是毋是上行吗？无错，迄工爱清屯。清屯，嘿，清屯的意思就是讲，咱红过道平常时是袂使凊彩去是讲清洗臀部啊，屯啥？臀部啊，不是迄个屯哦，清屯，清屯其实就是过去一款风俗，目前还佫有啦，就是讲厝内恁若有菜神明、菜公妈、有公妈听，啊你即个平常时袂使凊彩去摒扫即个红过道吼，所以你若即个时阵甲神明送转去，送转天庭吼，即个讲一寡好话的东西，神明无伫你吼，所以你才会使来摒即个所在，所有即个嘿，毋管你是神像啦，或者神尊摕落来，或者是你若厝内闹财神尊的啦吼，或者是即公妈拜啦，有诶无吼，全部摕落来，当个清气吼，摒互清气，平常时袂使安尼。哦，原来。哦，所以清屯就是这一工，就是讲啊。总是惊讲神明嘛受灾殃，所以倒要定嘛，咱人嘛是爱好心吼，家己工课爱做好，所以甲这红过道7个吼嘛，甲神明请转去吼，是讲就是清屯请上神的意思。哦，所以就是这一工啊，出来大神明都甲讲好吼，惊讲神明扫着风台尾嘛，啊，过来甲咱外地一寡亲戚拢叫转来。哦，讲啊。人就要离开进前，总是希望见咱遮的亲戚最后一面，伫咧外地做事的遮的囡仔吼，总是希望讲孙仔啦，大家苦苦咧，对无？是个甲苦转来吼，讲大家来，所以就是做伙来食一顿嘛，团圆是无毋对。过来有围炉迄一工，大家就甲厝内遮食的物件咯，拢摕出来就做料理嘛。反正过来你嘛食袂着啊啦，食饱好上路，你总袂使讲死啊，搁做一个即个饿死鬼对无？就是爱妖鬼啦，吼，就是讲啊，咱都讲做饿鬼，妖鬼是妖鬼嘴咧。咱即马就是准备要上路啊，啊，咱将所有好食物件，食好饱，无遮厝内物件嘛无效啊嘛，吼，上尾啊一工啊，吼，今日结束到台湾就无啊，就要停去啊安尼。吼，都有即个习惯。啊，当然厝内一寡钱嘛，大家就分咧啦。当然你讲不动产，迄就无效啊，你厝本嘛无效，吼，就规拢要落去啊，落海底也无效。那有一寡钱，就大家分来看讲，即个风泉路上有机会通好用无？就虽然毋是纸钱啦，但是总是大家分咧。啊，最后一暝啊，大家也嘛免困啊，总是
希望讲莫讲伫昆明当中你安怎死都毋知影。一直讲话，咱就是还有一寡所以会当开讲嘛，华语讲对无？有即个守岁的习惯嘛，吼，咱其实就是规暝无困啦，吼，是毋管有守岁无是守岁，是其实就是规暝无困。嘿，吼，大家都罔开讲，最后一刻总是希望大家是真正伫讲话，平安喜乐，无平安，无介平安。是哦，这就是讲咱台湾的送神、清屯、过年围炉，加即个本地年钱，啊，规暝无困的由来。原来嘿，啊，所以这甲年兽都演无共款啊，对吧？变甲后壁大家用红绿啊。嘿，是。啊，将咱讲的要将财产拢分互每一个，咱就规去讨一个啊，较好运的，我种红绿啊。因为代志过后，咱总算平安啊渡过即关啊嘛，吼，所以当然希望讲有嗯一个好格调，慢慢就用红色的物件。哦好，一直到了过工，即个大水煞无来出现，困过头有吗？你讲龙王困过头呀？哎呀，甲我共款拢困过头有啊吗？，毋是吼，原来就是因为即个众神哦，一直去甲即个玉皇大帝苦劝。哦，哦啊，即个玉帝咧，就是在想讲啊，好啦，无大家都安尼讲啊，无咱来调查一下好啊。嘿，吼，才发现讲啊，即只丁狗安尼讲黑白白贼讲，嘿，黑白讲白贼。吼，只是因为人无互伊一粒圆仔，就则无欢喜，吼，讲即个有诶无诶，鸡仔长，鸟仔大，嘿嘿，伊是狗仔长。狗仔长，鸟仔大。补充一下，咱过去讲顶狗，啥叫做顶狗吼？是因为顶顶管里挂一个，是挂伫狗仔顶管，吼，所以嘛做顶狗，吼，即个顶狗，即个物件做顶狗，嘿，因为你会使甲即个顶讲你油顶嘛，吼，就点火伫顶管，所以嘛做顶狗，啊慢慢变成顶狗，即款的讲法啦，吼，即款的讲法，因为外形本身并无成狗。哦，我头拄仔一直印象讲，啊，那做一只狗，啊是要用狗尾溜甲吊起哩，啊是要为狗头甲吊起哩。应该是即个音的变化过来的关系，所以就是发现讲即个顶狗伊讲白贼，毋才会来取消着即个命令，吼，讲即个甲龙王讲你迄工行事历甲画掉，哦，即个代志无哦，迄工取消，袂当哦，嘿嘿，就甲取消，取消了后咧，即个顶狗当然就甲掠去治罪啊嘛，吼，即过工咧早起就逐个赶紧就落去，讲发现讲，安尼无水，无代志，系无代志，就无紧诶厝边头尾去遐行行，看逐个有冤灾无，吼，是毋是人拢平安无事？拢健在无对无？嘿嘿，啊嘛去庙内去烧香拜拜来答谢众神的庇佑，吼，保庇佑无灾，或者叫做行春，哦，对无？咱是毋是爱行春？是，而且看到人拢平安无代志，咱就会讲，恭喜恭喜安尼吗？是，大家渡过难关啊！哦，原来是安尼来，大家拢平安无事啊！平安就是福嘛，吼，就安尼讲。无毋对，无毋对。过来，搁甲讲初二啊，吼，当然，即个结婚诶，吼，咱这查某人较可怜一线吼，查某人。顾家己厝内吼，咱这查某人啦，顾家己厝内拢啊无时间顾着后头厝，今日确定厝内无代志啊，过讲想今日转厝内，转后头厝看觅一下，吼，所以初二就爱转后头。哦，真特别嘞！就是要看讲咱的后头厝，大家是毋是拢有平安无事，嘿嘿，所以才转后头。所以就一段一段，你就使看着讲，这是咱即个台湾由丁狗来引起的台湾过年的故事。真特别嘞！我感觉这安尼开讲佫会当互家己佫加一项知识。其实咱想讲哦。咱因早拢会讲年兽，想袂到讲咱属于咱台湾本土家己的故事，原来就是因为顶狗，一只狗，嘿，我白讲话，较有缘啦，嘿，原来就是安尼。像家己嘛，真侪所在有做石狗，对无？石狗，嘿，毋知是安那迄个即个雕刻家吼，即个艺术家有诶真特别爱刻石狗，所以家己我会记得有一个所在有特别侪即个狗诶造型。是哦。我肯定是家己在地，啊，毋过对于即个风俗甲也是一寡地方的物件，坦白讲，少年的时阵较毋知影。主要伫家己饲啦，古早做桃仔城，桃仔城，就是伊外形，迄个城围起来，敢一个桃仔安尼。是。桃仔城迄个所在，我会记得过去有几个所在是即个狗的造型的物件真侪。哦。罗东嘛是共款，宜兰的罗东夜市啊，大家上了解啦。讲到罗东夜市啊，我啥物件做好食？好食无好食，这我先无讲哦。但是即个伊遐真侪狗嘛是甲狗有关系，就是因为伊旧地名吼，进前伫节目内底我嘛有讲着过吼。因为咱现场无共款的观众，无共款听众，所以共款的互大家了解一个知识。嘿，是，就是咱即个罗东过去即个名是平埔人的名吼，我毋知影是即个巴仔族也是感觉兰人吼，因的话吼，因为有即句
句话声音发音真相活，差不多啊。就是教的意思。罗东这个词原本就是教的意思。是就是原本这个原住民感觉咱人就是巴仔族人来到了罗东了，迄个所在还未正式开发。四界拢是树林，树林内底即个高点海来海去，海东手海来海去。对，所以这个汉人来到这了，就把这个所在叫做罗东。罗东，就是教的意思。罗东就是这个发音是，所以你讲是什么款的话语？平埔族语。所以讲罗东就是教。当然平埔族真侪无共款，族讲话方式嘛无共款，语言无完全共款，来源共款，但是语言发展嘛无共款但是只是讲，我有去比较过，就是毋管巴仔族或者是感觉咱人，因的即句话拄好因，即个词伊的发音真活。所以无法度去认定讲到底是哪一个，因为这两个族群拢有伫遐，拢有留伫遐过，所以只是讲会使确定就是平埔族语。足特别的一个知识的。对，其实真侪所在拢会留下这款的地名，咱若有去了解去熟悉，咱就会知影讲原来原来过去这个所在历史啊，还有咱这个事实上你生活的所在过去发生过什么代志包括用地号名，包括用这个所在，像我当一直讲这个泉州腔，尤其台北这个台北的东湾东湾腔的问题，甲宜兰漳州腔的问题，其实甲过去的历史发展拢有关系。遮过去你看商业遮发达。遮真侪人伫做生意，就是比如东湾人，伊就是专门伫做即个牧业的生意的，特别搞做生意的。我就知讲过去即个族群，什么款的族群发生过什么款的代志。可能就是你讲的我有讲东湾人，因着较搞做生意，较是生意囡仔、生意囝。你看因做侪应该讲咱即摆来讲的牧业嘛，对吧？对外牧业，对外也是对内牧业，也是讲咱家己族群中间的买卖，因真够甲发展出大场店，安尼的商业的环境。对，我要讲商区，安尼嘛，安尼讲对。商区你要讲？商圈、商圈。商圈你若硬要翻，你讲商圈会使啦。我会讲乡。宜兰讲乡。是。前一阵有乡人节，不是双人节，是商人节。商人节，就是我甲你伤害。我宜兰念乡，漳州腔念乡，乡的念乡。商人就是乡邻，安尼吗？对，乡人节。了解。我袂念人，我会念人。我的即个音会较重。其实我家己感觉对迄个字的音，我无毋知是毋是地方的关系，像讲我叫阿鲁鲁对无？你拢会安怎念？当然，因为你当用英语字去写时，我会念如啦，但是我知影，若正常来讲，你的迄个字我会念如。如对无？有一个字的音，毋过我感觉毋知是毋是阮地方的关系，我就拢会如。就是你有一部分是去念即个全腔，如的音是全腔伫使用的，全腔上字，就敢若高雄讲足热的。足热。足热的，但是我一定讲真热。真嘛是宜兰腔啦，真热。你真牛呢？真牛，真热。但是高雄讲足热的，即个音就无共款。通常我来讲热甲要死啊。迄是我笑死，但是你知影讲迄个家字的方式无啥共款。无毋对。讲倒来讲即个顶高的过年的故事顺便嘛，甲大家补充一下。是。虽然我讲这是台湾的过年故事啦，当然只是对比着咱讲年兽年兽的故事来讲，因为年兽即个故事是搁较跳工红早入来的故事，搁较特别对无？搁较为着教育，为着伊的当时时的政治的需要来做的吼。但是咱若看故事内底一寡元素，咱就知影讲，大概会使知影讲，咱对啊讲即个顶高的故事嘛，是早期来自即个汉人移民早过来的风俗甲传说。无毋对，过去嘛是安尼。因为咱祭拜的方式嘛，对无？是。事实上，伫咧中国的即个漳州、泉州，嘛，拢有一寡即个甲这差不多的风俗，是开始嘛有。其实讲伊的来源对我来讲，我认为讲是无要紧。伊安怎来无要紧主要是讲伊是对着早期的移民来到台湾，开始慢慢参染着咱在地其他族群的故事，其他族群的即个传说，慢慢咱都讲敢若糯米粉共款糯做伙。迄也做啥物？
用融合哟，还是融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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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嘛，对无？是。是，其实就是你以台湾作为主体嘛，对看伊讲，比如讲伊考虑的是讲台湾会沉落去无，对无？伊考虑的是即个问题。是。伊的主体性已经伫咧台湾本身，即个故事慢慢变成台湾家己本身的故事。是。这就是咱即讲咱讲的即个糯米册，米册吼，迄个感觉。对。就是即落甲无共款的元素甲结合做伙。是啊。就是讲慢慢咱在地是重新生长出来一个新的物件的感觉。这是我认为讲，像咱即届来到大稻埕，我超工要讲即个台湾的，属于台湾的过年的故事。民俗。是，就是为着即个原因就希望讲伫路过人，反正你无一定完全听完嘛，无要紧你会使去查找即个特聊天即个名会使上到网络应该后礼拜二我共款会加好会甲发布出去，大家就会使。真厉害哦！大家就会使来，你若无听了经过的人拢会使重新来听。咱就会当为头听到尾，对无？是，包括咱头前伫拉咧。无啦，咱咧试音啦。咱来拉咧内底嘛，真侪即个干货啦，真侪真重要的即个资料，真侪知识伫内底要甲大家分享的。好啦，咱时间今日嘛差不多啊，我看天色特别暗啊，咱下面还搁去洗鸡，还搁去啉咖啡，咱搁继续咱的旅程，对无？我惊下面店家所拢关门，要安怎？我来讲小等咧，我要搁去买。对，好，毋知影大家对即边的故事有啥物款的想法咧？这一集的内容，你若是听了有介意，或者是有啥物款的即个指教甲建议，拢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Mixer Box 留话互我。另外，你嘛会使到 Instagram、Facebook 查找亚特聊天的搞活动。网址是毋是叫网址？网址啊。一般我会讲网站、连接、网链啊、网址，你咧遮，伊日后伊会搁后坐去哩吼。大家用听，你爱比无人。毋是啦，伊要搁发影片的时阵，你无啦，咱直播是时间过就过啊。毋是，你家己毋是讲。毋过迄我嘛是直播过就过啊。若无你就是我手机都有人打电话来已经关掉啊。所以我都无你甲管的啊。所以无咧插伊。嘿，我直播是播算的啊。无啦，无就是咱将你家己的咱的连结，甲写伫你的文章内底，人点入去，咱就会当。马上听到，安尼嘛是袂歹啊！我继续来宣传外口有写亚特聊天的名你若是毋知要倒去找嘛，可以就用你的手机拍开凊彩开一个，使查找即个网络的所在。是。你就输入即个亚特聊天。你若找特来开讲，你可能找无。你找亚特聊天，对，你就会找到。亚洲的亚。独特的特，对吧？亚洲的亚，即个独特的特，特别的特，亚特聊天，不要有写字啦，你有看到咱头前有一个看板，对无？对，遐头前就有写，迄就是阿特伊的名，你就会记你去找看卖啊，伊的名去听就听有啊。对，好，所以咱今日时间就到这差不多咯。是啊，咱若是有机会，阿盖呢，阿露露，阿盖嘛想讲要甲咱的先拜请教一下，看要安怎甲大家伫遐咧互相分享咱彼此的知识嘛好，也是讲咱彼此的讯息。希望讲阿盖透过即款无共款的机会，会当大家互相来开讲，也是讲互相来。咱有开求进步，安尼嘛是袂歹啊，对无？来互相来交流一下。是的，毋过要过年啊，嘛希望讲大家今年无论安怎，拢平平安安、顺顺时时。无毋对吼，祝福大家今年赶快新年快乐都无讲遐济时间差不多啊。好啊 ，OK， 咱到这为止，拜拜。再会，再讲再会啦，再会。再会，拜拜。